丙年常年期第12周星期三，彌撒讀經反省分享。早期教父聖金口若望以謹防假先知作為主題的講道詞。聖金口若望說，在馬竇福音第7章第15至20節寫道，耶穌提醒門徒們，他們的祖先曾被假先知吸引去跟隨假先知之後的下場是悲慘的。如今他們面臨的危險與過去一樣。主耶穌提醒門徒們，他們祖先的這些經歷，是為了讓他們不至於因為在追隨主耶穌而走的這條狹窄艱難的道路上，將要遇到的重重困難而感到絕望。主耶穌提醒他們，必須走一條與常理相反的路，不只要防備豬和狗，也要防備那些更難以應付的生物，兇殘的豺狼。他們將要面對內心的焦慮和外在的困難，但他們不必絕望。耶穌實際上是在說，所以你們不要慌張，因為世上不會有什麼新的和異樣的事發生。請記住，自古以來的敵人魔鬼，永遠在引進各種各樣的欺騙和大量的似是而非的事情。